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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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船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定赢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同心船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定赢。阿姊，阿姊，是啥？哦，是你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歹势，我来找阿姊的。你若真吼，人敢若无啥爽快呢。今麦吼，伫阮头家娘房间休困啊。啊？阿夫，球青，啊，伫遮呀！阿姊，啊，头家娘，啊，歹势啦！啊，阮阿姊吼，昨就无小心吼去感着啦。啊，阮阿母讲希望讲哦，伊会当请假，毋过阮阿姊足坚持的呢。真歹势啦！讲歹势的人吼，应该是我啦，伊一定是伫遮伤忝嘛。对啦，你阿母吼一定足唔甘，伊伫遮做工课，对无？哦，是啊，阮阿母伊希望讲吼，伊会当卖做即款的工课啦。啊，阮阿姊吼，伊就意讲伊要来啊。你是美馆的小弟。啊？我有一个问题吼，想要问你啦。啊，恁即摆的阿母，毋是你的亲生阿母？啊，恁亲生阿母叫啥物名？阿姊，你真是啦！你来来。啊，我来看你啊。阿姊，美馆啦，美馆，啊，你身体无爽快吼，恁加休困啦。啊，是啦，阿姊。头家娘，我已经无要紧啦，我先来等，我来等。好，阿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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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外口伊三个查甫是拢无代志做心，啊！等你若这等几年，到正佫无要走。母啊，你莫插伊啦，回嚟这件代志，因早晚嘛是要讲我清楚。啊，这三个查甫对一个适合你来饲。当然嘛，算兄，阿算啊，是安怎？伊自细汉含阿姊斗阵大汉呢，爱骨力拍拼，啊，佫老实，对吧？啊，像迄周大哥啦，一身敢若插头咧，啊，佫另外迄个啊，看起来怪怪，一定是啥物好人，啊，真有可能介意。有志，
玉静，细啲个吼，玉静，较细啲个点。你是安怎啊？我当只人咧无爽快。是安尼哦，有要紧无啦？你哪拢伫遮？阮阿母咧。玉珍啊，你是安怎？有真个面色做歹看，你甲扶去房间。亲啊，紧甲扶入去。好好啊，阿姊来，较细啊，我行吼。嘿，你三个好转去啊啦！人都已经叫恁走啊，你想哪唔走？人伊是讲咱三个呢，啊无你留遮创啥？我要留踮遮照顾伊啦。阮嘛要留喺遮照顾伊啊。对啊，好，我规去甲恁讲互清楚。我不管恁甲玉珍熟识偌久，交往偌久，回头玉珍是我的，恁拢莫孝想，安尼听有无？嘿无啊，你是凭什么资格讲这落话啊？对啊，你敢有问过玉珍的意思啊？你敢无看到？我咧真玉珍的时阵，伊敢有拒绝？安尼敢需要问？玉珍姐啊，你煮我茶啊。多谢你。玉珍啊，身体无好，唔多厝休困啦。阿母透早就甲伊讲，叫你莫去，我替你请假。啊，你敢若唔听啦？啊，到即马咧，安尼倒转来啦，你厝嘛要阿母烦恼唔？阿母，我毋是伤忝啦，我是昨暗压雨，小可感冒，困一下就好啊。小花感冒，真侪毛病拢是小花感冒引起呢。啊，参就你这感冒啦，连日就起嗽啦，嗽袂停啦，啊，搁来肺炎啦，刷落去住病院啦。阿母，有较严重啦。是啦，母啊，我慢慢讲啊严重，玉珍姐也搁少年啦。少年咯，就参像恁这少年啦，拢无要听士大人的话啦，啊，互士大人替恁来烦恼啦。你无听人咧讲，少年也袂晓想，食老是毋食样。你互伊好好休困啦，我会照顾伊。啊，你哪搁在遮？啊，迄两个咧？因走，啊，因走，啊，你哪无走？我是伊的男朋友，我一定会照顾伊。我自细汉到即马，毋捌看过这尔厚面皮的人呢。你讲你是伊的男朋友，啊，借问的吼，阮玉珍姐啊，敢有承认？我承认啊，伊有承认啊无？你问伊啊。玉珍啊，啊，你两敢真是？阿母，你先落去啦，我倒有一寡代志要开讲。没有代志啦，你放心。好啦，啊，你两个讲清楚啦。阿母伫门口等啦，啊，伊若对你安怎吼，你就化解啦哈。老管啦，行。表清啊，行啦。哦，我实在想无呢，啥玉珍姐啊，大概拄着伊，拢互伊食够够。敢讲玉珍姐啊，真正咧介意伊，这玉珍姐哪会遐良想，介意着伊？这查甫是要咱和阿爽遐比？哎呀，你是丢狗，你要甲你话表是心。阿母，我想通啊！想通啥呀？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咯。什么秘密？阿姊是毋伫杨家食头路对无？是啊。你知影杨家头家娘叫伊啥？叫啥？美官。美官？是安怎要叫美官啊？我头前嘛是想无啊，啊我即摆想着啊，因为啊，阿姊啊是为着要趁钱，甲伊做一个使用人对无？伊想讲吼，若是用伊本名，安尼做见效的，所以吼，伊就想讲要用美官。美官是我的名呢。啊，玉珍姐啊，感觉见笑，凊彩叫一个名就好啊，是安要叫美官？你想要知影答案？因为啊，人喺电视内底播有迄个下骹手人，拢话做美官，这个表示讲吼，美官这个名最爽的，吼，最适合用迄个使用人的名。哦，阿母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有闲的时阵哦，赶紧哦，
甲恁查某囝带去命去算算的吼，命改改，啊若无吼，正经爱做人的使用人，做一世人呢。哦，你死人死人，你后白讲什么？别插咧，顾好哈。我讲了真有道理哦。美官，本少爷真喙大，今日添一杯茶来，本少爷啉，紧去啊！上我实在是太了解阮阿姊了。可怜的美官，你莫甲所有人拢讲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我并无答应你。迄天我就讲过，我无希望任何人来抢我的物件。我知影你毋是物件，所以我才会去甲大家讲你是我的女朋友。虽然讲即摆你毋肯承认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接受。你遐尔有吧？刘姐，你敢着爱遐尔忝？假使你若需要用钱，你会免甲我讲，我会当互你。我无愿意看到你去外口食头路，我希望你会当加互咱一寡时间，互你加了解我一下。要了解什么？你的酒先生也好，迄个阿爽兄也好，我知影，因熟悉你是比我搁较久，尤其是迄个阿爽兄，恁两人是出细汉斗阵大汉的，我会当感觉会出来，伊是我唯一的对手。我的海角天，讲心事，讲心命，提出心心意意。酒生，遐济啦，我倒茶互你啉啊。免啦，阿酸呀，等下过来坐啦。来啦。咱两个坐喺遮吼，都敢若两个正牌兵仔同款啊，规身躯伤痕寥寥。阿酸呀，其实我早嘛是安尼想啊，啊不过即马已经袂啊。我今日去找玉珍啊，我是要遐过世。过世？因为我要转下港啊。为什么啊？啊，阮老母啊，要甲迄间艺品店收起来啊。安尼，你的意思是？阮老母啊年纪也有啊，伊早我家己嘛捌想过，虽然爱情重要，也毋过有好爸母搁较重要。所以啊，你即摆应该欢喜才对啊。我有啥物好欢喜的啊？你已经减一个对手啊嘛。阿川啊，讲实在，你甲玉珍啊，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我早知我毋是恁的对手啊。所以哦，你也免那艰苦啦。你甲玉珍啊上输过啊。哎，拄则迄个人哦，伊一定嘛毋是你的对手。你敢真正安尼想？阿川兄，答应我，好好照顾玉珍啊，千万唔通用酒。玉珍只有甲你做伙，我才放心啊。除了伊以外，应该无别人。尤其是玫瑰花所表示的意义，只有玉珍甲我上了解。一定是伊，一定是伊。
小平啊，这阿妈你哪还未困啦？天星啊，我甲你讲，我找到玉珍啊，有影哦？啊，这么人做？就是美观啊。啊？美观？你哪有可能啦？那会无可能啦！自从伊来咱兜了后厝内底发生遐尼多代志，伊大概去甲我讲话的时阵，拢亲像想要甲我讲啥，只是拢无讲出嘴尔尔。讲玫瑰花啊，迄玫瑰花是当年我甲玉珍伫试驾的时阵，这朵花是我读高明校的时阵，是你、阿爸、玉清，还有我，咱规个花啊斗阵前的呢。你想看卖，毋是伊，会是啥？我知是啥啦？是啥？是树瓜啦！我等为遐转来，伊嘛承认啊。树瓜啦，伊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哎呦，这来就搁问啦。但伊怨多你遐久啊，但是10多年来，又是不时走来咧乱。也毋过，伊是安怎会摕玫瑰花来？伊若真正怨多，伊有足侪方法会当来害我。是安怎要用玫瑰花来甲我吓惊？秀萍啊，一个人若失去理智吼，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，对无？搁再讲啦，嘛是伊家己承认的，伊亲嘴讲，我亲耳听到，这敢会假哩？讲真正是伊，也毋过人讲母仔囝连心啦。自从美观来照顾我了后，我身体就好真多啊。伊若无来我嘛会足思念伊的。但你这就是伤过头思念因家弟啊啦，所以甲你毋才会乌白想。也毋过伊还阁有一个小弟呢，年岁嘛甲玉清差不多大汉啊。哎呀，秀萍啊，大人个强拄强，凡事拄好有一个小弟啊，对毋对？你若要安尼乌白想啦，搁再讲，你真正毋是要甲我讲，计有一个老母咧开旅社，敢毋是？天星啊，我好啦好啦，无安尼啦，过2工我带你来旅社，你亲身问因老母，敢问我详细，安尼好无？我的海角啊天，付出心心一秒。感觉讲你工艺会当去领，看你拼心嘛谈，互你百平当领足多哦。多谢。恁有听到无？阿爸会当领钱，而且会当领足济。阿爸会当继续去找恁啊。无要紧，别紧别紧，阿爸无要紧，阿爸的坎里，就算讲我安怎忝，安怎艰苦，我拢无要紧，我一定会甲恁找到。玉清，阿姊，你有看到无？你若3更半袂伫美国的房间啊？伊是一个查某囡仔，爱生活体统啊！哎呦，迄哪有啥的啦？我自细甲美观斗阵做伙大汉的呢，无伊就是倒一点咧生查某。你莫搁甲我讲伊是一个查甫囡仔。毋是哦，阿姊，我要讲的毋是美观是查某还是查某，我今仔要讲的是美观根本是苏用人。苏用人，你到底是咧讲啥啦？我刚才想要问你讲，你即摆是咧想啥？你垂头路的时阵是安怎毋用家己的本名，要号做美观啊？是毋是美观这个名较怂，较像苏用人的名对无？你倒来。没头。我穿的，等下等下。不怨人，人不怨我；不恨人，人不恨我；不爱人，
人不爱我，不做人，人不做我。敬请下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。大事一生缘。强行家己来怀疑，除非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。